议员谢淑凡指出，因为8月伫高雄传出女学生为了考驾照，伫林兴道练机车，却因为操作无熟，跌入去大排不幸意外，嘛，互伊伫总日顺更积极为大北门区设立机车练习场来请命。因为目前只剩将军甲西港进度落后，所以希望每一个行政区拢有一座机车练习场，甚至安排落乡考照来照顾偏乡。会中民政局长回应会尽速找适当的地点，市长嘛具体承诺明年初会设立，而且是有安全照明的完善设施。我们要更加积极、加速的推动落实我们大北门区区都有机车练习场。局长，您怎么看我们区公所这个进度？非常感谢议员你对这个交通这个关心哈。是。这部分我有拜托那个西港哈李区长还有江金宏区长，我们赶紧找一个适当的地点，提供给那个交通局哈来设置汽车练习场。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来办理。是。我们会希望在年底以前找到位置。然后明年上半年以前把它设置好。好，那市长这个2个时间点给你。OK。而且我们设置不是找一块地空地画个线就好了。是。我们要有一个完善设施，因为看到那个高雄那个事情，我们也很不舍。我们会不舍，我们会感到难过。看到别人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自己要检讨这个部分，就是说你不要设置在危险的地方，是。不要让会去撞到墙的地方，不要让会撞到柱子的地方，因为。学习的人很难讲哈，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安全设施跟照明设施也要做好。另外，一年一度华中杯全国排球锦标赛胜出，今年第44届，伫11月11号就将盛大登场。对此，议员谢淑凡相当关心市府准备好啊未？尤其今年比赛甲全民趣味运动嘉年华的时间有冲突，除了希望市府协调，嘛会提早宣传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。